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。1983年，企業家施耐德同天才製錶師歐克林博士接管雅典錶，為品牌帶嚟全新方向。二人合作推出嘅天文三部曲，係分別以3名天文學家命名嘅複雜功能腕錶，包括1985年嘅伽利略天文腕錶、1988年嘅哥白尼天文腕錶同1992年嘅開普勒天文腕錶。其中伽利略天文腕錶更以顯示行星、太陽、月亮位置、日出日落、月相、萬年曆等21項複雜功能入選1989年健力士世界紀錄世界上功能最齊全嘅腕錶。同年，雅典錶推出 San Marco， 係首款喺錶盤上配備 Shapma 自動換偶嘅三運腕錶。拉下三運撥桿時，錶盤中塔上2個摩爾人會跟住進行敲鐘動作，趣味十足。後來被歸類為 Classical 系列。1996年，歐克林博士打造出世界首款可以透過錶冠進行雙向設定嘅萬年曆，解決咗傳統萬年曆唔可以翻轉頭校嘅百年痛點。同年，為咗慶祝品牌成立150週年，雅典推出首款 Marine Chronometer 1846腕錶，致敬品牌著名嘅航海鐘，並縮小到腕錶尺寸，用現代化形式重新演繹航海之王。